So Wow! Hey.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國風教唱歌嘅教學頻道。我知道好多朋友仔咧一直對飆高音呢樣嘢咧好好奇。今日我特意咧揾到一首歌出嚟，而呢首歌亦都係飆高音嘅天花板。如果你想飆高音，就練呢首歌；如果你夠寂寞嘅話，就更加要唱呢一首歌。寂寞先生啊，好啦，大家留意到啦，寂寞先生裏面最犀利嗰啲飆高音位置，我已經寫晒出嚟啦，就係、我可以無所謂。我哋點樣練習呢一段歌嘅段落呢？無所謂。我哋要識得聲帶閉合，呢個我教過噶啦。第二樣嘢，留意最尾個字，喂，呢個字佢包含咗一個韻母喺裏邊 ，vowel。到大家真係唱呢首歌嘅時候，你唱呢一句段落，好似有啲吃力喎，因為你冇做到聲帶閉合，冇令到你嘅丹田氣聚出嚟，然之後將啲聲頂上去。我哋唱呢句歌詞嘅時候，好多人都唱到我可以無所謂，哇！啲聲好尖，哇，好刻薄啊，哇，好刺耳，然之後令到我雞皮起晒出嚟啦。你唱唔到唔緊要，大家記住我唱呢一句歌嘅時候，我可以無所謂。留意到咩啊？我哋聲帶閉合啦，然之後我哋用我哋嘅丹田力氣聚丹田，逼啲音上嚟，然之後最緊要個位字。成日講我呢個位置呢，咩叫 vowels 咧？我哋有個韻母啊嘛，韻母嘅時候，如果我齋唱無所謂，呢個咪冇咗個韻母咯。你變咗即刻喎，將個位置好快咁收埋咗出嚟，然之後把聲又唔好聽啦，然之後唱出嚟又唔好聽。好啦，到我真係想唱嘅時候，嘗試下一個用個哼鳴嘅聲音去練習。想像一下，喂，我要為一個好遠嘅朋友，哇，起碼成100米以外嘅時候，喂，嗱，我哋用嘅力呃佢上去，然之後你聲帶閉合，你先餵得到出去噶嘛。如果唔係，你會唔會喂？用咗喉嚨聲你都嗌唔到出嚟啦，係咪？所以咧，我哋嘗試下用一個喂嘅聲音，喂 ，OK， 大家可以試一試，喂，慢慢我哋由一個低位開始，喂 ，OK， 再揾翻呢首歌個 key， 喂，慢慢久而久之咧。同樣地，加翻佢歌詞入邊嘅韻母落去。我可以無所謂。OK， 聲帶閉合，加埋一個 vowels， 你咪唱到呢個字出嚟。練習多啲，咪做到呢件事出嚟咯。記住啊，唔好唱喂。OK， 記住喂。同樣地，所有嘅字一樣咁樣去練習，就一定包保你唱得到㗎啦。練習完我剛剛所講嘅一啲嘅技巧，我哋試下一齊唱咯喎。我可以無所謂，寂寞卻一直掉眼淚，人類除了擅長頹廢，記住一樣啊，為非做什麼都不對。哦，你唱得 OK。睇完我嘅示範，大家了解到未呢？了解到嘅多啲練習，你一定唱到呢首寂寞先生。記得訂閱我哋 VME 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記得點讚啊！誰都可發光，梗係揀呢個地方。